是某个记忆里你的眼眸，人海路口，你孤单了多久？星空宇宙，我习惯了漂流，两个世界在交汇的入口，我可不可以紧握你的手？今天能否约定，一字一句说给你听，想回答的问题，是茫茫人海转身回到熟悉的场景，是于陀，寄信呢，这么古老。赵国，哎，早走。北京下好大雪啊！上海前几天好像也下雪了。哎，星光大赏结束了吧？别着急走啊！平台搞了个小型酒会，正好你下部戏的导演跟编剧老师都在，你去酒会上跟人家见一面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回去换件衣服就过去。嗯。先靠张老师。哪里？这个还是要靠晶晶啊！这晶晶演得好，票房才会大卖呢。啊！恭喜你啊，晶晶，演票房不错。谢谢。哎，你不是也有投资吗？就投了一点儿，只能算沾点喜气。谦虚了啊！